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3早起新闻，我是陈哲安。新闻头起先来看花莲中山路一间宠物美容店，昨是大火烧，消防头先有甲火拍花，不过到下暗10点又搁烧起来，这火是搁拖到隔壁店面，加在是拢无人调伫咧内底，嘛有救出20多只的宠物，这大火原因搁来调查。 顶部美容店的看板突然间导火，火烧甲正大，还阁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经过民众看到，惊甲赶紧报警。怎么办？那个狗要怎么办？不知道。一个人摕灭火器要来斗相共拍火，不过火势实在有够大，无在调拍花，大家赶紧向后退，等消防队来救。隔壁就是有名的连锁素食餐厅，规排建筑物拢停电，黑暗暗，这个大火一直向两边烧。 二小生一台罐酒甲现场的铁门浇毁，要入去厝内拍火。由于现场是属于预造的联动建筑物，因此在燃烧的时候非常的快速，也造成我们在抢救上极大的困扰。总共45台各种消防车，甲145位警义消轮流拍火。好在在内面无人，不过店内还有店家己饲的狗，还有人去捡伫这鸟狗等待救。 员工也有消防人员伫火场内面救出真侪狗，有一寡已经强要无喘气，赶紧甲因做心肺复苏，抢救因的性命。本来火已经大致上控制，不过暗时10点佫倒起来。就以义消分队长，敢若身体无爽快，赶紧上自制笔记。他当时有带氧气筒进去吗？没有，在外面而已。但是就是闷热。火伫暗时11点外被控制。 大约有20多只鸟狗被救出来，不过实际的伤亡数量也该业者确定。花莲市长魏家言讲，现场规排的厝差不多拢是店面，若是有需要安置的受灾户会专列到3工。那再来就是我们会看明天把火灾的这个部分厘清完后，那可能也会发放我们的一个慰问金。今仔早起火调科人员将会进一步调查导火原因，受大火影响的店面也暂时无法度营业，损失也该估计。 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铁新竹公府拜五伫咧花莲，因为崩山败马，有9个人受伤。昨行政院长杜永泰是去到花莲的自济病院慰问，因目前台铁西正线和人到崇德路段已经定个拍通，车咧过时速度会放较慢。最痛的过。 到花莲自济病院慰问受伤的司机员也有家属，行政院长杜永泰送慰问金，祝福伊早日康复。到花莲视察的杜永泰早起听取台铁干部下晡慰问伤者，也决定下9月伫未影响民众回乡火车买票进行下，要坐火车到花莲视察沿线状况。人为的注意上有没有应该更加强的地方？下个月我们坐火车来，我要亲自走这一趟。 看它是不是够安全。从花莲这边的乡亲或者是要往北的这个民众，造成大家的这个恐慌或者惊吓那也表达非常的歉意。这个事故造成司机员手骨头断去，被旅客轻伤。除了司机员以外，其他的人拢验出院。交通部长李明嘉也代替对这事件造成的惊吓，向民众来下失礼。代替讲造成事故原因是大清水溪的土石流甲铁基路砍掉咧，列车第1车、第2车转车甲第9车排练，也造成列车大半昏。 至昨天为止，一共影响40列1059人，旅客大约是11800余人。那今天我们已经在进行抢修哈。那截至刚刚呢，这个列车延误的时间呢是比昨天要改善一些。列车拄到土石流了后，停伫棚空，对拜5暗时到拜6早起，陆续把车厢拖离开，代替也赶紧修理受损的铁基路甲机电的设备。 拜6下晡1点47分完成花莲到总队中间西正线抢修，试运村了后，确定安全无问题了后，恢复通车。列车暂时以时速30公里慢慢通过，经过这个区间的列车，平均的延误大约5分钟到10分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这届事故因为崩山砍掉铁基路，害到火车败马。讲有其中一个原因是清水泵空这闸也未装落石的警告系统。 不过，专家表示，警告系统不是上好的防灾方式。即马上要紧的是，这附近的山家要紧整治，增加防护。
水刷刷流，有民众翕到大清水溪溪仔水涨起来，弄到边坡了后，沙石喷上铁轨路。台铁229班次新自强号拄好经过。这个事发的过程是229列车经过清水泵坑了后，伫火林泵坑南口大清水溪桥顶51公里加300所在，互流到大清水溪桥面的土石弄掉，造成列车排练停伫个火林泵坑。这边历年来都没有落实的记录，而且我们在和仁隧道口，我们也有设明隧道，大清水溪桥的一个桥面所以我们看它整个的环境呢，我们并没有在这边做有落实告警的一个准备。新自强号伫西正线51公里发生排练意外，虽然台铁已经建置并泵坑工程防止这落石，但过敢若因为一时雨伤大，河床的土石冲起来，甲铁轨路砍掉咧，实在无法度防范。加上这个坚固系统敢若装设伫东正线，土石流虽然挖到西正线，却是无到东正线，所以讲这个坚固系统无法度来启动。水流量过大，以至于说整个水溢上来，把石头石渣全部都给引进上来，然后造成我们轨道的一个淹没嘛。然后所以说确确实实的装设的地点在哪里，我们再来共同研究啦。土木技术也坦白讲，不管是不是装设路桥坚固装置，拢不是防灾正当的方式。最上界重要是爱对边坡来进行整治，落实预警系统，它对于这一类的土石流，它的预警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它一般的预警的方向是所谓的上边坡，也就是在铁轨的上方，它只是一个辅助，而且是最后的辅助阶段。优先的阶段，你要针对这个边坡进行短、中、长期的处置。台铁公司讲，由过去唔捌发生土石流灾害冲击列车的情形，后续会甲河川管理单位协调，加强整治。另外，也来兴建并泵坑，也是延长加强防护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国会职权修法的福记案，你看伊表决无过。有风声讲，赖总统上紧拜一就会公布法案，3日后就生效。民进党团上紧伫咧拜3就会申请释宪，暂时处分。搁来是联合报，长久以来病院欠工课的，拢去用公司忝，搁做无钱，搁会去用过。最近这1-2年，欠工课是强要招募医生。医疗界就烦恼讲，若是有下一波的病毒，也是疫情过来，恐惊是干那剩老医师咧看。最后是中国时报，美军陆战队司令最近表示，美国会伫咧这几年伫关岛布下小规模陆战队滨海作战团，讲是为着要对抗中国，正做防卫日本、韩国甲菲律宾的第一道防线。继续来看，中国是针对台独搁发布新规定，讲若是犯着分裂国家罪，上当要判死刑。咱陆委会嘛强烈谴责。讲中国对台湾并无司法的管权，或者是分析讲中国透过法律战增加对台湾的压力，嘛是违反这台美的军事合作。只要实施了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我们都绝不容忍。两方继续对立的局面，中共利益雄雄颁布处置台独的新规定，是实施对犯罪嫌疑人无告案，会当移送起诉进行确实审判，追诉期有20年。分裂国家犯罪上当处死刑，外界解读中共想要营造对台湾具有司法管辖权。北京当局对台湾完全不具司法管辖权，中共所谓的法律对我国人毫无拘束力。陆委会强烈谴责中共引起两方人民的对立，另外受影响的台独名单包含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副总统萧美琴、国防部长顾立雄、立委关建明、前立委陈椒华、有名的评论人黄世聪、李正浩等人。环境基金会、亚洲自由民主联盟等组织也被点名制裁。关建明认为中共目的是要恐吓民众，天罗地网的布下去。中国是不怕你知道，他是要你知道，要你怕，要你投降。毫无疑问的确就是有一点点，就是钳制大家想法啦。那更可以证明，就是两岸的制度是真的不一样了。
中国商务部也同步公告，对6月23起对原产自台湾、韩国、美国进口的苯乙烯征收反倾销税，台湾税率是3.8%到4.2%，为期5年。中共经由法律战、经济制裁等对台拍出组合拳，让两岸紧张经济侵权。对于习近平或习派人士而言，他觉得有需要说在3中全会之前，采取一个对台强硬的政策立场，来转移他中国内部的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些注意力焦点。对总统赖清德就日本1个月交美方做军2摆，卖武器予台湾，达到中共敏感的神经。学者分析，中共对台政策可能该由鹰派来主导，采取更加强硬的做法，转移中国内部政经无稳定的局势。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即摆天气是愈来愈热，台北市的热啊，昨是阁升到38.5度，台北市是连续3天温度拢超过36度。气象署嘛发布高温甘仔式警报，台北市政府嘛发布今年头一届的口哨影的警告通报。泉水车出动，沿路泉回收水，互烧热的街路会当降温。台北市下晡的天顶出现几大片乌云，温度来到摄氏33度。虽然比早起有小可降温，不过有人带狗仔出门，也是互狗仔坐伫刹车顶，搁特别接行动电源开电风甲吹。天气实在是太热了，然后就是像狗它们比较散热的地方比较少，所以我们就需要帮它，要不然它很容易会中暑。所以你的狗比你还好命啊！没有办法。台北市时啊，因为地理环境较特别，早起10点半出现38度半的高温。因为台北市已经连续3天超过36度，到甘仔式的警报。市政府也因为安尼发布今年头一届烧风的预警通报。除了环保局泉水降温，还有公园处加树仔压水，社会局嘛启动独居长辈的关怀，十局处启动因应措施，提醒民众都爱自我防护。我们是建议民众可以尽可能待在通风良好或者是有空调的室内，同时我们也建议民众可以减少户外的活动跟劳动。那如果有外出的话，则要做好防晒的措施。伫气象署的正式记录，日全台湾最高温是伫屏东内部有38度2。气象署已经针对屏东、云林、台南有出现38度高温的机会，也有双北、彰化、南投、高雄这县市发布甘仔式的警报。也预估明天各地，特别是在中南部的近山区、大台北的盆地以及花东纵谷，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加的补充水分哦。气象署指出，素来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各地要注意低延时的大雨、雷公细呐。环保署是呼吁市民，若是出现小可畏畏、头晕、规身躯无力这个症头，真有可能是有热伤害。若症头一直持续，应该都要赶紧给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学校拢开始咧歇热，嘛是东部观光大赚的时机。有真侪观光景点甲活动开始咧办。不过像咱头先咧讲，这大天拜五发生败马意外，当地饭店甲旅游业者也是惊讲，可能阁无人要来。连续10年，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暑假大地艺术节日1尾嘛盛煞月光海音乐会展开序幕，吸引3000外游客到东管处游客中心的大草坡啊，赏月、看海、听音乐。我们坐火车到花莲，再包游览车下来。7月至9月，也有3场月光海音乐节。不过2月北回铁路煞发生列车拢拖着流的意外，互本来因为大地震影响的旅宿业，阁感受到无美阁兼轮月。暑假饭店的订房率上好的才5成，接线客的民宿嘛，敢若差不多1成的订房率。去年如果同期的话来讲，应该有5-6成以上。台东县政府即马拍拼行销观光，伫南回公路最高点海拔2700外公尺阿口观景平台设即时摄影机，提供南回山区日射甲暗时的风景。另外，7月开始的热气球节嘛安排12场热气球光雕甲无人机表演音乐会，希望降低地动甲交通意外造成观光减少的效应。当你在网络上看了即时影像之外，也能够来台东欣赏台东真正美丽的风景。县政府表示，交通部提供的到台东团体旅游补助是7月开始，8月才有自由行的补助。不过，台东县为6月开始就已经家己总经费，提供上济66000块的旅游奖励金，希望争取更多游客来东部佚佗。记者综合报道。
那讲到高雄，上紧明年就要开办全台湾第一间的台语实验小学，这台南嘛有咧继续推动。不过，伫咧咱台湾人口上济新北市，受机关发现讲，有台语家庭囡仔去学校上课讲咱台湾话，这同学煞是拢听无情形，要求市府就要开始推动这台语正经式的教学。教育局表示，会去找学校对部分的科目来试办。高雄安装明年要成立全台头一间台语实验学校，伫台南也有议员咧推动成立台语实验学校。即摆又有新北市议员要求新北市爱对着趋势，上无为办台语浸水式教学班做起。他其实好不容易在孩子出生到他长大的时候，他都一直跟他讲闽南语，结果没想到到学校只剩国语可以选择。这部分我来拜托咱的市长好不好？我们来推动台语母语班，好不好？好，谢谢。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在113学年度就来设立？相关的母语班我们来鼓励啦，因为其实也有一些民间也很愿意一起来合作。没错。新北市议员黄淑君表示，两当前就开始接到母语家庭的申请，伊也发现学生对台语浸水式教育的需求愈来愈大。因在闭巡的时，新北市长侯友宜对台语浸水式教育表达正面支持的态度。黄淑君认为，其他母语会当做到浸水式教育，台语嘛做会到。50当前，咱台湾的教育大部分嘛是用台语在上课，但是只是讲时代的演变，但是台湾是一个足多元的国家哦，所以基本上伫新北市针对原住民、原住民，咱嘛有推广族语的沉浸式浸水式的教育，所以变讲台语为什么无咧？新北市教育局承诺会找有意愿的学校，针对社会、历史这个科目，优先推出台语浸水式教育班。不过也认为英语课、数学课这个科目可能师资较无够，目前推出难度有较悬。因那目前要咧收集学校的意愿，也要未定出确定的时间表。记者郭文柯明哲新北报道。因应美中局势，在全球供应链的盘算，印度是发出印度制造，要取代中国做世界工厂。嘛有愈来愈多大商去印度考察，准备要设厂。印度大商总会4月底拄则伫咧印度开设，也代表讲咱台湾投资印度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夜7点半，台湾技术部台语台记者就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咱台湾人伫咧印度打拼情形。印度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全球第5大经济体。这么大的类似市场，加上全球供应链盘算，印度正做世界的焦点。今天是我们台商印度总会成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仪式。未来我们在印度能够有一个大家台商台湾的公司来投资来这边生活，能够彼此沟通的一个平台。印度大商总会成立，台湾投资印度进入新的时代。大商伫印度投资达到46亿美金，大约250间公司，创造17万个就业机会。So India being a growing economy and with aspiration to become thir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we would love to have Taiwanese here to push India to the $5 trillion economy. 对镜头来到南印度，这是班加鲁鲁，这是全印度科技业带头的城市。人讲是印度石鼓。目前伫印度的大商无多啦吼，那伫其实很分散啦。伫班加罗遮，阮目前的商会的会员嘛才20几间啦。不过陆续来找外的，来拜访外的大商，超过200几间。这个全球人口上济国家，印度基础建设长力发展，不过速度敢对得到经济发展的需求。这关系到大商来到这所要面对的问题、考验甲挑战。记者尤以真林昆明印度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新竹有一个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是台湾罕见对二战保留到今的工业遗址。内底有一支6甲公尺悬的大圆筒，当年4月到9月，有商务夜报会来这探证。台湾夜报学会嘛有办导览活动，互大家来体验饲夜报镜。看它的舌头吗？
它的舌头，它有伸出来是吗？对啊，它刚刚有伸出来。用蛇虫一滴一滴豆豆仔饲夜婆幼囝，另外一边搁较细只的，都要甲塞壳糖用水洗好清气了后，再用汤汁来饲。真侪民众头一摆饲夜婆食饭，感觉真趣味。经过老师的介绍，真趣味啊，也会使亲自啦吼，家己来喂食这个蝙蝠啊，真趣味啦，啊嘛是头一摆。因为这六然的关系，然后才知道大展亚公家有双毛蝠，渐渐的大了解原来蝙蝠的生态。它有很厉害的翅膀，然后还有很可爱的大拇指，所以呢，当你一旦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么可爱的小生物的时候，你就会打开你的眼前的一扇视野，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哇，原来蝙蝠是这么可爱，而且它是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环境是很有帮助，因为它一天可以吃掉800只蚊子呢。台湾夜婆学会指出，今年4月份到9月份，有不少深毛夜婆会去到新竹的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大烟筒港遮探检，去年总数量有500多只，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要挖300只。学会也呼吁大家经过附近的时，唔通去搅了因的生活，以免去影响到深毛夜婆生态。他们的栖所，就他们睡觉的地方，那地方是不太能承受大量干扰，所以大家如果在经过蝙蝠屋，或者在经过像是我们已经知道六然这个厂房这边是有蝙蝠族群的，那我们就不要去大声喧哗，或者是不要去刺探，不要去想要去观察这些蝙蝠的栖所，这样对，因为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干扰。专家也提醒民众，即马当是深毛夜婆探检的季节，若是伫附近捡到夜婆幼囝，一定要通知当地保育团体，也是打1999电话，交予专业的团队来协助照顾处理。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若讲住伫咧南部，想要看火金菇，除了有家己的阿里山，台南白花南寮嘛是一个正适合的地点。南寮农村文化产业协会当年嘛拢有办火金菇的活动，安排志工导览，互大家会当欢喜来看火金菇。台南白河出名的，除了关仔岭温泉甲莲花，去南寮看火金菇嘛是真热门的旅游选择。有旅客几啊年前都捌去过，今年佫特别带囡仔去看。他哥哥国小的时候，我们有带他，有带他来过。这是已经10几年了。我们是云林过来的。云林过来。我刚刚有看到很多。南寮农村文化产业协会逐年拢会办看火金菇活动，到今已经办要10年。若到拜6礼拜，拢会成侪游客报名参加。协会为着旅客安全，也拢会安排志工伫路线顶头引导，希望旅客看火金菇会当欢喜佮安心。后面拢有助攻，中搁若大阵，我中搁上后面，上后面我拢已经有一个维护规个拢规组拢落来，安尼，我拢会注意这个安全的。无你游客若叫偷对的吼，因为暗嘛，咱暗时嘛，用看用从定暗时啊，所以伊若偷对，游客坐袂落来，咱嘛要注意安全啊，所以我拢会上后面一定有留一个，我拢有交代，维护慢慢对行，游客一来一定会算爱欢喜，佮安全。提醒民众要去看火金菇，就要穿长短裤甲护鞋，较免互蛇或者是网虫咬，也要避免用手电甲因照，莫甲掠，爱保护生态，互火金菇通代代看，子孙才会当代代看。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这今仔日的天气有关是非常的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高温普遍拢是伫咧33到35度。西半部晚山区、佮外河各地所在，也佮有华东唱国，这气温可能是升到36度。气象署已经对16县市发布高温的警报，提醒观众朋友要注意防护，避免着雪。下半部天气啥款，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8度到36度，中部地区27度到35度，南部地区27度到35度，
东部地区27度到34度，高岛地区27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你收看《早起新闻》，我是志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